大家好，歡迎嚟到 The Wave 嘅頻道，係 Chrome Chain。咁今日咧，我哋嚟到一條不同原因購買或者唔購買 Sony Xperia XZ Premium 啦。咁喺開始之前啦，我就同大家講一講，就係話所有購買或者唔購買嘅原因，都係取決於唔同嘅觀點同唔同嘅角度。你可能認為呢一樣嘢係吸引你嘅，而我認為呢樣嘢係唔吸引我嘅。咁大家嘅觀點同角度都有少少唔同。咁你睇完就算啦，咁樣即係一笑置之咁樣。好啦，咁我哋開始啦。首先我哋第一個嘅原因就係佢嘅顯示屏啦。咁佢嘅顯示屏咧，佢係有5.5寸 Triluminous 超高清 4K HDR 嘅顯示屏啦。咁喺圖片上面啦，我哋見到啦，左邊嗰一部咧係 XZ Premium， 而右邊嗰部咧係 Sapphire Premium。我哋可以明顯見到喺顏色啊，同埋甚至喺個色準方面啦，都係 XZ Premium 相對比較優勝嘅。而喺室外嘅環境，我哋亦都見到其實佢XZ Premium 係更加光嘅。咁佢亦都有一個 Tone Mapping 嘅 control 啦。咁呢一個係一個咩嘅技術咧？咁佢呢個技術咧就係話部手機會自動 detect 個光度啦。呢個非常之common 啦，即係部機都有啦。但係個重點係佢唔係淨係調整個亮度，而係調整埋個色域，同埋控制佢個背光，控制個對比度啊、個亮度啊，同埋嗰個細緻度。咁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我認為係複雜嘅技術啦。咁就好難喺一條片咁樣去同大家清楚可以去説明到。咁我哋下一個啦。咁第二個原因咯，第二個原因就係佢個16:9嘅顯示屏啦。咁我認為啦即係目前嚟講咧，我哋見到啲電視劇集啊，甚至可能外國美國嗰啲美劇啊，嗰啲影集咧都係16:9嘅啫，或者甚至可能21:9電影嚟講係啦。咁就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咧喺一條16:9嘅片入邊咧，如果你係喺 S8 Plus 或者 S8 上邊播放，而且放到最邊位咧，即係去到邊位啦，咁我哋會明顯見到佢係有拉闊咗啊，同埋上下會 crop 咗少少嘅，係啦。咁我哋喺圖片上面亦都見到啦。咁呢一個目前嚟講，其實都一個好大嘅爭拗點嚟嘅。如果你睇美劇，咁佢就會放大咗，可能肥咗啦個人，甚至係啦。咁如果你睇電影21:9，咁就變咗上下兩個黑邊，咁相對好似有18.5:9，即係 Samsung 呢部 S8 又好似好少少咁喎。咁而 Sony 呢部 XZ Premium 亦都係上下有黑邊啦，但係不過個黑邊會粗咗少少。如果係21:9嘅影片的話，但係不過除咗電影之外都好似冇乜係啦，主要都係16:9，暫時嚟講。咁遲啲就希望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即係可以改善啦即係可能嗰個屏佔比會大啲啦，甚至可能即係keep 住16:9嘅啫。但係不過去到好似 XA Ultra 啊、XA 咁樣接近無邊框嘅16:9。好啦，第三個，咁第三個係啲咩咧？就係佢個 Motion Eyes Camera 啦，即係相機啦咁就佢1900萬像素啦 ，IMX48啦，1/2 2.3寸 1.22mm 啦，佢個 pixel size。咁佢亦都有 DRAM， 咁係變咗3層一個堆疊式嘅 CMOS， 去令到可以做到960fps 嘅超高速攝影啦，預測式拍攝。咁佢亦都有5軸防手震，雖然係電子防手震，亦都只局限於 1080p 嘅30fps， 但係不過佢嘅效果媲美一啲手持嘅3軸防震嘅儀啦亦都強過目前我哋見到嘅所謂光學防手震啦即係啲人日日喺度 FF 嘅光學防手震啦咁當然光學防手震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喺你影相嘅時候，佢都會有好輕微
即係當然冇相機咁強啦，有好輕微嘅調整，去令到個影像會相對上更加清晰，然後咧就可以加速個快門，相對上咁就會影得更加好嘅圖片啦嚇。咁目前嚟講就Sony 暫時未喺任何一部嘅旗艦機上面加落去，而最接近有一部光學防手震咧係 XA Ultra 同 XA1 Ultra 嘅前鏡頭 IMX234嗰一部，係啦。咁就佢全域快門啦 ，Global Shutter 咁就非常之快嘅快門啦，係啦。我唔知點樣形容，係啦。好啦，第四個咁就電池啦。咁電池嚟講咧，咁啊 Sapphire Premium 有3430 mAh 啦，而 XZ Premium 咧有3230 mAh。咁佢個電量係少咗 6.2% 嘅，但係因為 Snapdragon 835嘅慳電程度係去到一個點啦，係啦，咁就令到喺觀看影片嘅時間延長咗 11.5%， 亦都即係大概1個鐘頭左右啦。而網頁瀏覽時間亦都多咗半個鐘左右嘅。咁喺少咗200 mAh 嘅情況下，咁佢觀看影片同網頁瀏覽嘅時間長咗喎。咁我又諗翻起之前同人喺度討論緊 LG G6 喺加咗500 mAh 之後 ，Video Playback、Web Browsing 嘅分數亦都冇增長。咁非常之諷刺咁講啦。其實主要係你多咗電又點咧？咁係個 mon 慳電啦，定係個 mon 嘥電咧？定係個 CPU 勁咗咧？咁好難去講嘅，係啦。咁就我哋亦都見到佢兩個都係 4K 顯示屏啦，咁仲要呢個 XZ Premium 有廣色域添，理論上會更加耗電啦，當然，但係就結果就顯示咗出嚟啦。好啦，咁今日就去到咁多，多謝大家收睇 The Wave 嘅頻道。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短片，就撳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另外我為呢個 channel 新增咗 Facebook 同 Twitter account， 希望大家支持。咁我今日就去到咁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